继续来到嘉义县，有网络啊先伫个庙口办说明会卖食品，是甲即个食品讲到下晡天会种地，甲现场的老大人洗脑洗甲真彻底，大家钱摕出来就买咯。所以卫生局就专案来稽查，当场抓到一个查人，当咧向一群老人卖葡萄干，碰红讲即个葡萄干会当防癌保血，当场就去用裁罚2万块。画面中有一台箱型车停伫庙口，有一个小姐摕商品，甲现场时代咧推销，伊卖是一包一包的葡萄干，这时代拢真认真咧听。这个查某人讲，这个葡萄干会使防癌保血等等，佮讲食品有政府的认证标章，煞来佮倒出葡萄干，请大家试食。伊卖葡萄干一包100，一摆来买3包，讲只要200块。你看规个时代开始摕钱出来买，嘉义县进前听讲都有网络啊，伫庙口办说明会来洗脑现场的时代。卖一寡宣称有医疗效果的保健食品，卫生局启动大陆的专案稽查，结果就抓到这个姓陈的查某人，现场推销宣称有疗效的葡萄干，整个过程拢被录落来啊，罪证确实，和卫生局依照违反食安法罚2万块。